起来很漂亮哎，有那个青花椒颗粒了。我来试吃，我给你。耶！来试吃一下。好，哇，这个部分，你把枕头拿去。没事。啊，这样。啊，枕头，我很有诚意哦，枕头。哦，有比较强烈的，可是也不难吃哎，其实。不会难吃啊。其实它不难吃哎，美麦呢？的味道没有味。哎，不错不错，这个。那我要来施魔法了。整形时间，真的是非常不规则的时刻。我们来施个魔法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我的玫瑰魔法出来喽！有没有？渐渐的变成一朵玫瑰花，超美。